歡迎來到我們的香港簡報粵語版節目。今日我哋帶嚟幾個精彩嘅新聞。首先，京東創始人 Richard Liu 為咗挑戰美團喺中國嘅食物外送市場霸權，親身扮演送貨員，仲同送貨員一齊享用火鍋。呢個富有動感嘅宣傳手法引起咗唔少媒體關注，顯示京東正加大投入，力圖喺呢個市場分一杯羹。第二，香港話劇界迎來新潮流。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呢個經典搖滾音樂劇喺香港以粵語現代版本呈現，加入本地文化元素，配合現場 DJ、食物同沉浸式視覺效果，帶俾觀眾一個充滿活力嘅夜晚，展現愛、勇氣同真我。最後，喺新能源車領域，國內巨頭 CATL 推出咗創新電池技術，只需5分鐘就可以充電，行駛達到320英里，超越咗比亞迪嘅250英里。呢個技術進一步推動中國喺全球電池市場嘅競爭力。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南華早報報道，李國達 Richard Liu 身穿工服，騎着電動單車喺北京親自送餐。呢個行動唔單止係一個宣傳噱頭，更係一個挑戰美團嘅策略。李國達希望透過親身示範，彰顯京東喺外賣市場嘅決心，並喺熱鍋晚餐中同外送員一齊食火鍋，喺媒體上引起廣泛關注。呢場公眾活動亦反映出京東與美團之間激烈嘅競爭，包括互相指責對方阻止外送員喺對方平台接單。呢啲爭拗喺中國科技界引起熱議。京東喺2024年推出嘅食品外送服務已經有超過100萬個日訂單，並計劃喺未來3個月內增加10萬名全職外送員，顯示公司正積極擴展呢個業務範疇，試圖喺市場中搶佔更大份額。南華早報亦提及，呢場競爭除咗喺市場份額上體現，仲反映出兩間巨頭喺企業策略同工人權益方面嘅矛盾。美團創辦人王興自2021年起保持沉默，並因強制餐廳簽訂獨家合約而被罰款3.44億元人民幣，顯示其公司面對監管壓力。而京東喺同一時間則喺外賣業務上大力投入，甚至由李國達親自出席送餐行動，藉此塑造一個關心員工、貼近消費者嘅品牌形象。公司亦宣布將改善外送員嘅收入保障，並增加員工配偶嘅就業機會，企圖喺激烈嘅市場競爭中突圍。南華早報報道最後指出，隨着京東大力發展食品外送事業，呢個行動已經成為公司策略嘅重點。李國達喺會議中親自訂餐，彰顯公司決心，並預示京東將持續加大投入，對抗美團嘅市場壟斷地位。同時，京東亦宣布喺未來3個月內增加10萬名全職外送員，並提供額外福利，意在鞏固其在外送市場嘅競爭力。呢啲舉動不單係企業策略嘅展現，更喺傳達一個訊息：京東正喺積極佈局，企圖喺中國外賣市場中佔據更大份額，並喺與美團嘅較量中佔得先機。The Guardian 報道，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呢出經典搖滾音樂劇即將喺香港帶來一個全新嘅粵語版本，並融入本地文化元素。呢個由 Stephen Trask 同 John Cameron Mitchell 創作嘅作品，講述一個東柏林出身、經歷變性手術失敗、身帶傷痕嘅性別模糊角色 Hedwig 嘅故事。喺原版中，Hedwig 穿梭喺巡演途中，追蹤佢曾經嘅情人兼競爭對手，展現出對身份、愛情同自我認同嘅掙扎。粵語版本嘅創作團隊承諾會尊重原作精神，同時加入本地元素，例如加入一些英語詞彙，令對話更貼近香港文化。演員陣容亦由本地演員擔綱，包括曾贏得香港戲劇獎最佳男演員嘅 Chang，佢喺劇中飾演一赤，挑戰演技嘅同時，亦希望帶來全新嘅舞台體驗。香港版本將以創新嘅舞台設計同音樂風格呈現。導演靚表示，將搖滾元素轉化為後搖、詩意搖滾甚至哥德式金屬，並加入科技感十足嘅 LED 屏幕，營造出一個如同音樂會般嘅舞台氛圍。演出除咗戲劇之外，仲設有預熱 DJ 表演同後演嘅電子音樂派對，讓觀眾喺享受劇情嘅同時，沉醉喺音樂同氛圍之中。Chang認為，呢個版本唔單止係一個音樂劇，仲係一場關於愛、身份同自我探索嘅盛宴，旨在喚起觀眾對生命嘅熱愛同包容。呢個跨界融合嘅創作，旨在打破傳統舞台界限，將戲劇變成一個充滿活力同包容性嘅文化體驗。
CNN 報導則聚焦於中國電池巨頭寧德時代 （CATL） 喺新能源科技領域嘅最新突破。公司喺上海舉行嘅技術日上宣佈，新推出嘅聖勝超級充電電池喺充電5分鐘後可以行駛320英里，呢個數字比亞迪 BYD 宣稱嘅250英里更長，甚至超越特斯拉嘅200英里。呢個技術創新喺激烈嘅中國電動車市場中掀起新一輪競爭，促使各大廠商不斷追求更快嘅充電速度同更長嘅續航能力。CATL 亦推出咗一款名為 Nextra 嘅鈉離子電池，強調安全性同成本優勢，預計喺年底量產，並能喺嚴寒天氣下保持良好性能。公司喺全球市場佔據領先地位，供應包括特斯拉、寶馬、大眾同福特喺內嘅多個品牌。2024年，其電池出貨量已經佔全球市場嘅38%，成為全球最大嘅電池供應商。CATL 嘅新技術不但喺續航距離上領先，仲喺充電速度同安全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CEO 高煥表示，聖勝電池的500英里容量同快速充電功能，將為用戶帶來更方便嘅出行體驗，並推動整個電動車行業嘅發展。鈉離子電池 Nextra 則以較低成本同更高安全性為賣點，預計年底正式推出，為電池產業帶來革命性改變。儘管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但 CATL 表示其在美國市場的業務佔比有限，已制定應對策略，持續擴展全球影響力，並有望喺未來數年內進一步鞏固其在電池市場的領導地位。香港天主教教區嘅大教堂成為哀悼嘅場地，成千上萬嘅市民齊集喺中環嘅無染原罪聖母堂，默哀紀念教宗方濟各嘅離世。有人喺默哀期間偷偷流淚，亦有人簽名留念，表達對這位被譽為新鮮空氣嘅教宗嘅敬意。呢位教宗以佢嘅開明與同理心，特別係對 LGBTQ 群體嘅接受態度，為不少信徒帶來希望同感動。一位姓陳嘅年輕信徒話，佢喺成長過程中一直未被重視，而教宗嘅去世似乎令這個黑暗嘅世界少了一點光亮。呢啲哀悼行動反映出香港市民對教宗嘅肯定與懷念，亦象徵住一份對愛與包容嘅追求。喺另一篇文章中，南華早報分析咗美國總統特朗普嘅貿易戰同全球化帶嚟嘅矛盾。特朗普嘅關稅政策表面上想喺國內重塑工業，但實際上卻加劇咗社會嘅貧富差距。美國雖然因為全球化而變得更富有，但大多數利益都集中喺精英階層，工人階級嘅工資停滯不前，藍領工種大量流失。文章指出，美國嘅經濟轉型由傳統工業逐步向知識和服務業發展，但返工嘅工人是否願意或者有能力轉型，仍係疑問。美國需要嘅唔係盲目回歸過去嘅工業，而係建立一套公平嘅社會保障體系，例如北歐國家嘅全民醫療同免費高等教育，透過稅收再分配，保障人民嘅尊嚴同幸福感，避免社會進一步分裂。最後，南華早報報道咗上海時裝週期間嘅2025 Sustainable Fashion Prize 頒獎典禮，展現亞洲設計師喺可持續時尚方面嘅創新。由上海時裝設計師協會同創意公司耶合作舉辦嘅獎項，由中國設計師聶若涵奪冠。佢喺設計中融合傳統工藝同先進材料，用手工縫合嘅方式，創造出一件由1200塊緞面方格拼接而成嘅服裝，展現出極高嘅創意與環保意識。聶若涵以其獨特嘅變形設計語言，獲得專家一致好評，亦彰顯出亞洲年輕設計師喺可持續時尚領域嘅潛力。呢個獎項不單只係對個人嘅肯定，更代表住未來時尚界喺環保與傳統文化融合方面嘅新趨勢，預示住亞洲設計師喺全球舞台上嘅崛起。南華早報報導，藝術菊苣呢種蔬菜原產於地中海，外形似一朵盛開的花，雖然處理起來有點繁瑣，要迅速去除外層葉片，用刀削到心臟部分，再用腳趾挖出纖維中心，但其多變的烹飪方式令人着迷。無論是蒸、煎、炸，甚至生吃，藝術菊苣都能展現出其豐富的層次感。意大利廚師保羅·蒙蒂熱情地描述這種蔬菜的神奇特性，
指出處理時會感受到微妙的苦味，但吃完後喝水卻會覺得水變得更甜。春天時，他會用生菊苣配檸檬汁、帕爾馬乾露和橄欖油做沙律，或將薄片與檸檬汁、橄欖油拌在牛肉卡帕奇奧上，抑或深炸成像薯片般的酥脆，帶有焦糖化的甜味，令人驚喜。意大利羅馬的藝術菊苣品種 Romanesco 體型較大，內心嫩滑，經常被用來搭配烤羊心、肝臟等傳統菜式，展現出季節的豐富變化。南華早報亦介紹，香港一隻野生果子埋在商場內被捕後，經過檢查並植入晶片，健康狀況良好，最終被放回大自然。這隻大約1至2歲的雄性果子埋，身長約1米，經 X 光檢查只受了輕微的面部刮傷，沒有其他傷勢，並由保育機構成功放生。香港的果子埋屬於受保護野生動物，市民禁止捕獵、干擾或販售，違者可被罰款10萬港元或監禁1年。這次事件展現了本地保育工作的重要性，也提醒市民尊重野生動物的生存空間，避免干擾它們的自然生活。獨立新聞則聚焦於香港的演唱會熱潮。Coldplay 在開拓體育場的4晚演出吸引了約20萬人，成為香港娛樂新地標，推動城市成為亞洲娛樂重鎮。這次演出不僅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估計高達1.2億港元，還促使本地餐飲、旅遊業迎來繁榮，吸引來自全球的遊客。儘管票務出現一些問題，缺乏粉絲區和煙火表演，但整體反響仍然積極。許多遊客認為這是香港迎來更多國際大型演出的契機。這些活動正好配合當月的香港7人欖球賽、藝術展和高爾夫賽，為城市注入活力，展現出香港在全球娛樂舞台上的新希望。南華早報報導咗一間喺哥本哈根嘅2星米芝蓮餐廳 Alchemist 嘅創新菜式。呢度嘅丹麥主廚 Rasmus Monk 用咗極具東方特色嘅元素，將香港經典嘅蝦多士演繹成一款名為 Crab Toast 嘅創意塔列。佢用日本芝麻油烤過嘅薄麵包，面上鋪滿扇貝、蟹子、蟹膏，仲有用蟹殼煮成嘅 XO 醬，仲有一層用白汁炆煮嘅 Blanquette， 加入青檸、薑、辣椒提味，最後點綴上嫩滑嘅蟹肉，味道層次豐富。喺7個鐘嘅晚宴中，呢啲充滿東方風味嘅創意菜式令人耳目一新。除咗呢啲，餐單仲有用雞頭、雞腳製作嘅創意菜式。雞頭經過去骨、鹽水浸泡，用分解皮膚、壓縮再烤脆，配上煙燻丹麥芝士同鱈魚子醬，成為一個令人驚喜嘅佳肴。呢啲菜式既展現出廚師對食材嘅創意運用，又反映出佢哋對亞洲尤其係中國菜嘅熱愛與啟發。餐廳嘅菜單多達40幾款，設計喺一個仿星象館嘅5個房間內，配合視聽效果，帶領食客經歷一場奇幻嘅味覺之旅，當中包括用3D 列印技術製作嘅 Voronoi Laksa， 空氣感十足嘅 Space Bread， 甚至用高科技將醬汁擴散到10萬倍，創造出令人驚嘆嘅口感與味道。呢啲創新技術同亞洲元素嘅融合，彰顯出歐美廚師對中國及亞洲菜系嘅新一輪探索與尊重，亦反映出佢哋喺追求味覺新境界時，對文化根源嘅重視與借鑑。英國嘅米芝蓮星級餐廳亦開始借鑑中國菜嘅技藝與風味，喺西方餐飲界掀起一股東方風潮。阿什呢間位於英國布魯頓嘅農場餐廳，喺17世紀嘅馬車客棧內，主廚 Merlin Lebron Johnson 用四川花椒調製咗一款用保存過嘅醋栗同牛至做成嘅特色飲品，展現出中式香料嘅獨特魅力。而倫敦嘅 Prawn and Alouette 同 Pesto 嘅 Cefric Toogood 亦喺廣州工作6個月之後，鍾情於中餐，親自種植四川花椒、薑花、辣椒同芥末，並用呢啲食材創作出融合英式與中式嘅醬料，例如用數十公斤梅子製成嘅港式醬汁，為經典英式鴨肉配上中式醬料添上新意。晒路餐廳更喺2014年推出咗全世界首個零浪費中式醬料 XO 醬，用剩餘食材製作，展現可持續發展嘅理念。喺蘇格蘭愛丁堡 Stuart Ralston 嘅 Noodle 餐廳用中式餅皮包裹炸薯、火腿同芝士，並用醬油、糖同芝麻做成嘅醬汁點綴，深受歡迎。而葡萄牙嘅米芝蓮2星餐廳 Ocean 喺探索歷史航海路線嘅同時，亦將中國元素融入菜單，例如用 XO 醬製作嘅海鮮飯，展現出中葡文化嘅融合，
佢用本地海鮮同煙燻茄子，創作出具有東方風味嘅創意佳肴，彰顯出歐洲廚師對中國食材同烹飪技藝嘅欣賞與借鑑。呢啲例子都證明，喺全球高端餐飲界，東方特別係中國菜嘅元素正逐漸成為創新嘅源泉，唔再只係日本料理嘅專利，而係一股新嘅文化交流潮流。香港嘅政治傳奇人物黎智英喺《外國事務》嘅傳記中被描寫成一個勇於抗爭、充滿魅力嘅民主運動象徵。即使身陷囹圄，黎智英都將逆境轉化為精神嘅力量，喺監獄中閱讀、寫作、冥想，仲畫畫，將宗教人物嘅畫作送俾守衛，展現佢喺逆境中保持堅韌嘅精神。佢由一個身無分文嘅少年，成長為一個億萬富翁、媒體大亨，並且係香港民主嘅堅定支持者。佢嘅人生充滿轉折，經歷過失敗同挑戰，但佢嘅慷慨同無畏令人敬佩。傳記中描述，黎智英喺困境中依然保持信仰同熱情，用自己嘅行動激勵人心，證明一個真正嘅革命者唔會被困境打倒，反而喺逆境中找到力量，成為一個永不屈服嘅象徵。南華早報報道，特朗普與哈佛大學之間的對抗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資金糾紛，演變成一場關於學術自由、憲法權利和高等教育政治化的激烈爭議。特朗普政府要求哈佛拆除其多元化、公平與包容 DEI 計劃，並接受聯邦政府在招生和聘用方面的監管，甚至要求提供外國學生的紀律記錄。當哈佛拒絕這些要求後，政府立即凍結了其22億美元的資金，威脅撤銷其免稅資格。這不僅使哈佛的公共健康和醫學研究陷入困境，更引發了學術界的廣泛支持。許多名校校長和學者都譴責這是政府對學術自主的侵犯。哈佛校長 Alan Garber 強調，這是試圖控制大學的行為，嚴重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這場事件已經成為美國私立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南華早報亦報道，香港科技大學的研究團隊正利用新成立的 ATP 先進治療產品實驗室，為脊髓損傷患者帶來希望。這個由帕里要投資超過500萬美元的尖端設施，旨在開發基因、細胞和組織為基礎的醫藥，特別是用於修復受損神經的療法。研究人員計劃利用臍帶血細胞進行臨床試驗，幫助那些因脊髓損傷而癱瘓的患者重拾行動能力。這些療法雖然在國際上尚未獲得 FDA 批准，但香港的科學家希望藉由本地的研究平台，推動高品質的生物醫藥發展，並配合香港建設成為醫療創新中心的戰略，展現了香港在科技醫療領域追求卓越的決心。Al Jazeera 則聚焦於美國經濟的動盪。特朗普對聯邦儲備局主席鮑威爾的攻擊引發市場劇烈震盪，股市和美元雙雙下挫，標普500指數一日內暴跌超過 2.3%， 科技股更重挫 2.55%， 創下年內最大單日跌幅。特朗普不斷抨擊鮑威爾遲遲不降息，甚至威脅要取代他，這使得投資者擔心政治干預會破壞美國長期以來的貨幣獨立性原則。專家警告，若政治干預成為常態，將導致高通脹、經濟成長受阻和失業率上升。長遠來看，這可能削弱美元和美國經濟的競爭力。市場對此反應敏感，擔心美國的經濟政策將被政治化，進一步動搖全球投資者對美國經濟的信心。南華早報報導，喺2025年日內瓦 Watches and Wonders 展覽上，挑隊展出咗一系列令人目不轉睛嘅新款腕錶，包括 Black Bay 58同 Pelagos Ultra， 仲有 King of Asian Pop 周杰倫親臨現場，親身體驗呢啲精緻嘅時尚精品。佢特別欣賞全新嘅 Black Bay 58，呢款39毫米嘅腕錶受到90年代 Tudor Submariner 原型嘅啟發，採用 Medas 認證嘅酒紅色錶盤，配備銀色細節同埋強大嘅 MT5400 腰機芯，擁有65小時動力儲存同200米防水能力。Pelagos Ultra 則喺技術層面攀上新高峰，用上1000米防水嘅鈦金屬殼體同 MT5612 腰機芯，配備 Swiss Super Luminova 夜光，彰顯品牌追求極致性能嘅精神。除此之外，
跳隊仲更新咗 Black Bay Pro 系列，加入白色陶瓷標盤，方便用家喺多個時區之間切換，並推出 Black Bay 68，結合經典雪花指針設計同70小時動力儲存，滿足不同手腕尺寸嘅需求。品牌仲推出 Black Bay Chrono， 配備多款錶帶同快速調校系統，彰顯跳隊對於功能與美感嘅追求。南華早報又介紹咗香港麗晶酒店嘅豪華婚禮方案。呢個位於尖沙咀嘅酒店，以其壯觀嘅海景同獨特設計，成為夢幻婚禮嘅理想場地。從光亮奪目的門廊，到由16個手工玻璃磚組成嘅光影走廊，再到歷史悠久嘅 Fred and Ginger 樓梯，每一個細節都彰顯出高雅與品味。酒店提供多款專屬婚禮服務，包括由專業婚禮策劃師打造嘅個性化佈置，由頂級大廚精心設計嘅定製菜單，以及由獲獎糕點師 Andy Young 親手製作嘅創意婚禮蛋糕，令每一場婚禮都獨一無二。無論係宏偉嘅 Regent Ballroom， 定係迷你嘅 Harborview 會議室，亦或係擁有壯觀維多利亞港景觀嘅豪華套房，都能滿足不同規模嘅婚禮需求。結束咗一日嘅盛宴後，賓客可以喺酒店內享受寧靜嘅內部空間、6間世界級餐廳同埋景色宜人嘅無邊泳池，喺繁華嘅市中心度度過一個難忘嘅婚禮日。喺港股方面，南華早報指出，假期結束後，香港股市跟隨美股嘅跌勢而下，恒生指數早市微跌0.2%，報21,363點，科技股更下跌0.8%。呢次市況受美國股市大幅回調影響，主要原因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更換聯儲局主席，令市場擔心聯儲局獨立性受到威脅。內地市場方面， CSI 300指數微跌0.1%，而上海綜合指數則微升0.1%。其他亞太市場方面，日本日經225指數跌0.1%，澳洲 S&P/ASX 200指數下跌0.4%，韓國 KOSPI 則反彈0.5%。整體而言，市場正處於一個較為動盪嘅狀態，投資者情緒仍然受到全球經濟政策變動影響。南華早報指出，喺全球人才競爭日益激烈嘅背景下，香港要留住人才，關鍵係要做到無縫整合。儘管香港推出咗頂尖人才通行證同優質移民計劃等措施，吸引咗超過44萬申請，但實際上，很多人才喺揾工同融入本地經濟方面遇到困難，反映出政策同經濟需求之間存在脫節。相比新加坡同德國，香港喺提供居留支援方面較為有限。若唔改善人才流傳策略，將可能喺科技、創新等領域失去競爭優勢。文章強調，香港需要轉變思路，唔只係追求申請數量，更應該注重人才嘅長遠融入同貢獻，透過改善生活質素，例如提供平價房屋、優質醫療同工作生活平衡，來留住本地同外來專才。香港科技園嘅實習計劃雖然提供咗就業機會，但都太零散，缺乏系統性策略。應該借鑒國際成功經驗，建立更完善嘅人才引進同留用體系，從而打造一個充滿活力嘅創新生態圈。南華早報亦提到，香港嘅人才外流同跨境旅遊潮喺經濟層面帶嚟唔少挑戰。喺復甦期，香港居民週末北上購物同娛樂已成趨勢，導致本地商業收入大減，特別係高端餐飲業，甚至高達50%的業務下滑。雖然預計下個月嘅黃金週假期會帶嚟一定經濟刺激，但由於內地遊客偏好較平價嘅活動，例如市區遊同鄉村遠足，豪華消費大減，令商戶難以滿足預期。面對北上潮流，香港商界必須轉變策略，例如推出更多價值優惠同促銷活動，並積極開拓本地市場，以應對不斷變化嘅旅遊格局。整體嚟講，香港嘅經濟復甦唔單止靠外來遊客，亦要提升本地消費力，並促進創新同多元化發展，才能喺未來經濟競爭中站穩腳跟。謝謝你的收看。上面播報的內容是綠道團隊推薦的全球專業媒體、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最新報導、分析簡報。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綠道簡報的立場，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綠道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
科學家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訂閱各種簡報，網址是 colon6dobrief.com。你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6道簡報。Great dragon rakes ancient streets, leading change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and towers peak, new dawn breaking bold and sleek.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in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s, change the cars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Whoa. New era, new wave,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he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s, change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their growth and pea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that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ever